不過橫跨非洲，喺現今中非共和國嘅茂密森林中，一種別開生面嘅新技術，就為其他文明奠定重要嘅基礎。就喺公元前1800年至1500年之間，一處處為數好少嘅工匠圍埋加大熔爐嘅火，目的係要燒製陶器。但係喺非洲嘅紅土當中，工匠發現咗一樣副產品——鐵。鐵絕對係其中一樣確實帶嚟莫大影響嘅發明。我哋懷疑鐵第一樣用途係成為裝飾同埋點綴，但係好快大家就發現可以將鐵鑄成唔同嘅形狀。每一種金屬都有特定嘅特質。至於鐵，因為強硬，可以用嚟打造呢一種工具。我哋講到可以轉換經濟，要由狩獵採集變成務農。鐵呢種金屬開始特別用喺鑄造貨幣，同時亦都有用喺農業生產方面。我哋之前以為鐵大概係喺公元前1500年喺土耳其被發現，但係新證據顯示，鑄造鐵器同一時間亦都喺非洲出現。鐵可以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區被冶煉嘅呢個諗法，好長時間都冇人理。新證據係鑄造鐵器，係始於非洲嘅中心。我哋揾到源於公元1000年喺現今嘅乍得，喺尼日利亞中部就揾到源於公元900年嘅，喺馬里就揾到源於700年至到500年嘅，顯示鐵係由嗰區擴散。就算有我哋今日用嘅技術，如果要好似啲人喺3000年前咁樣冶鐵嘅話，都係出奇咁困難。大家講到文明嗰陣，總係會認為樣樣新事物都係始於文明。但係原來睇返歷史，就知道人類原來係由經驗之中創造出先進嘅新技術。佢哋唔一定要住喺呢種社會或者係嗰種社會。喺非洲中部鑄造鐵器嘅社群留低咗好少實質證據證明自己存在過，但係佢哋的確留低咗技術遺產，連同精緻嘅藝術遺跡都係非洲呢部分地區獨有嘅。公元前1000年間，喺尼日利亞嘅中心附近，一種用嚟製造陶俑嘅非凡藝術傳統出現。呢啲陶俑非常之複雜，經過精雕細琢，而且仲巧奪天工。但係創造佢哋嘅文化大部分依然係一個謎。呢啲雕塑被稱為洛克陶俑，係神級嘅作品。1943年，有位農夫嚟自叫諾克嘅村莊，將一個稻草人嘅頭交咗俾考古學家伯納德法格。喺仔細檢查下，法格估計呢個雕工精細嘅頭係源於公元前900年左右，令佢成為埃及之外喺非洲發現嘅較早期雕塑藝術。佢哋有非常精緻獨特嘅髮型，條頸附近戴住非常重墜嘅首飾，所以我哋假設當中描繪緊嘅人可能位高權重，着住禮服，